好了，别想了。走这么久了，你饿不饿？我去煮点东西给你吃吧。没胃口。我想过情况会很糟，但没想到情况这么糟。达喜，你知道吗？从开始到现在，我们一场都没有赢过。别说那些士兵了，连寡人都开始怕了。呸呸呸，这些都是巧合罢了。我就不信，你都御驾亲征了，还不能把局势扭转过来。我觉得，无论是胜还是败，咱们的气势一定不能弱。这气势要是弱了，好运气就招不来了，知道吗？是吗？是。所以打起精神来。你这个大王，现在可是所有人的精神支柱，你可千万不能倒下。好了，我去煮东西给你吃。嗯。来人，把将军叫过来。诺。大王，您找末将有何吩咐？你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雾城？因为城周围密林众多，每日清晨，整座城都被浓雾笼罩，直到午后才能消散。所以，大王，您的意思是？你先回去，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。寡人还需要再想想，一定保密。末将遵命。你们闻到了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好香啊！我也闻着了，看看去。走走走走，看看去。好香啊！你是先来的厨子吗？你在煮什么？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你们先坐吧。啊，快快！多吃点，不够的话，厨房还有。嗯，谢谢啊，你做的饭真好吃。有一种我婆娘做的味道，吃的我呀都有点想家了。想家就多吃点，攒够力气战死那帮异族。咱们早点回家。好。好吃。来。大王，不是寡人的私厨吗？怎么成大厨了？你先坐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好。好吃。来，多吃点。香，好吃啊。好啦，这是给你准备的。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来，给你加点啊。哎呀，你就别抱怨了，这些士兵也挺辛苦的，吃饱了他们才有力气打仗啊。是，就你会收买人心啊？你怎么突然有胃口了？不发愁啦？善人自有妙计。嘘，爱说不说，不说拉倒。偷偷告诉你啊，寡人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藏匿地点，你就当着首战告捷吧。真的？再告诉我一些。天机不可泄露，尔等静候佳音便是。嘘，看你臭美的样子，不死。冲啊！大王，怎么办？撤！不行，大不了跟他们同归于尽。同什么归于尽？一定不会输的，寡人心里有数。先撤！撤！撤！兄弟们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！
大王，前面真的没路了，是悬崖，怎么办？儿郎们，听寡人说，躲起来。诺。将军，前面雾气这么重，根本看不清路啊！要不让兄弟们先回去？回去？我们部落从来没有出征后空手而归的道理。去，给我追！是，你们3个给我上！他们也有今天。小声点。将军，这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还要不要追啊？追个屁！快，留2个人在这儿看守，其他人跟我走。你们2个留着看守。诺。派人上去看看。诺，你上去看看。快上来！大王，安全了，我们快上去吧。好，上崖。诺。大王，这仗打得真是爽利，多亏了大王有勇有谋。大王威武！大王威武！哪里？这些都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。这招不能总用，下次他们一定会打起120分的精神。我们走吧，等他们的援军到了，我们就走不了了。诺，大王。您留步，大王有令，今日不见任何人。不见任何人，我也是任何人啊！不见拉倒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啊，大王带着一队人去偷袭敌军，被发现了，好像掉下悬崖了。不是吧？我怎么听说是敌军掉下去了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敌军是追他们的，敌军都下去了，他们还下不去，这……哎，让开！都说了大王有令，你不能进去。你让不让？哎，季满，你不许有事，听到没有？你答应我要和我同生共死的。我还活着，你不能有事，你不能有事。季满，季满，季满，季满。季满，谁呀？吵吵嚷嚷的，扰人清梦。你是谁啊？你有没有看到季满？我是谁？大概我是山神吧。姬满又是谁呀？是你的情郎吧？是，他是我此生最爱的人。如果他活着，我绝不死；但如果他死了，我绝不苟活。他有这么好吗？就没有缺点？就值得你对他如此痴情？不管他有什么缺点，我都不在乎。我爱他，包括爱他的缺点。小姑娘，但愿你没有所托非人。你要找的人呐，从那条路走了。你现在追呀，还来得及。谢谢。季满，季满，你在哪儿？季满，季满。谁在叫寡人？没有啊，大王，不会是山妖狐媚之类的吧？瞧给你吓的！
寡人去看看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诺。你这家伙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。你怎么连我都瞒啊？你知道我听到你掉下悬崖之后有多害怕吗？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，为了确保计划可以顺利执行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这不是也怕你胡思乱想吗？那你不告诉我，更要胡思乱想啊！好啦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那你以后什么事都要告诉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什么事情我都告诉你，行了吧？喂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知道我刚刚有多担心你吗？哎呀，我都答应你了，别闹了。我闹？你是觉得我大惊小怪瞎操心了？我都答应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喂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关心你，我有错吗？你瞒着我就算了，还不耐烦。我讨厌你，我讨厌你！大喜，臭鸡马，坏鸡马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要不是关心你，我犯得着担惊受怕吗？再说了，我有那么沉不住气，有那么不值得人信任吗？瞒着我就算了，还强词夺理，我不要你了。我刚才好像来过这儿。西门，你在哪儿？西门啊！好酒，好酒！来，我给你倒上。来，参见大王。看到妲己姑娘了吗？没有。下去吧。诺。参见大王。妲己，妲己，妲己，来人！参见大王。有没有看见妲己？没有。这么晚没回来，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？厨房呢？有没有见到过？我听厨房的人说，一早就出去了。对了，我在门口的木桩上发现了那个，就放在您书桌上了。好，你先下去。诺。周王，我听闻你身边有一个厨艺很好的姑娘，深得你心。我想换换口味，尝尝大周的美食，特请姑娘来我部落做客。如你不放心，也欢迎你一起来。不过部落地方太小，没有太多的碗筷给你的随从们，所以如果你来做客，最好是一个人，多些配合。西王母部落岂有此理！大王，有何吩咐？妲己被抓了，寡人要去救她，一个人去。您不能去，这摆明了是一个圈套。寡人不管是圈套也好，陷阱也罢，寡人都一定要去。只有寡人可以救她。大王，您冷静一点。难道一个女人比您的百姓、您的江山还重要吗？大王，三思啊！那你要寡人怎么样？如果寡人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又如何保护百姓和江山社稷？西王母抓了妲己姑娘，无非就是想威胁您，让您在进宫的时候有所顾忌。这说明她对我们有了畏惧之心。如果您不妥协，就会大大增强我们士兵的气势。到时候我们打败他们，再把妲己姑娘救出来，岂不两全其美？您何苦这个时候去冒险，让他人知己呢？可要是他们恼羞成怒，对妲己不利，不会，
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做，就是下策，因为除了激怒您，还要引起更猛烈的反击之外，没有任何的好处。所以大王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按兵不动，等他们自乱阵脚，然后露出破绽，我们就能一举击破。罢了，官人再想想。你们先回去吧。末将遵命。今晚要对大王的帐篷严防死守，禁止任何人靠近其近处。诺，将军。大喜，对不起，你等等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儿郎们，冲啊！大喜留下！大王，穷寇莫追！大喜，来，今天老子高兴，咱哥儿几个喝特不醉不归。你是不是疯了？现在大敌当前，你要放肆要分时候，小心敌人撕了你的脑袋。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这嘴，我迟早有一天给你撕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俩那嘴一天不拌一拌没有味道是吧？赶紧的，一会儿还得巡逻呢。来来来，我再敬你一个，我再敬你一个，来来来来。大王，您真的准备要去救达喜吗？官人等不及了。一想到达喜可能受到欺辱，官人就心痛，所以官人今天一定要去。可是您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路上出了什么差错？放心吧，官人会安排好一切的。现在大周朝有你们这样的将领，官人很放心。官人现在要做的是履行一个男人的责任，只对一个人的责任。那就让臣跟你一起去，路上还有个赵颖。这件事情只和我有关，和你们其他人谁都没有关系。少雍，万一我出了什么闪失，大周朝就交给你们了。大王保重。喂，你又偷懒，要让护法看见你，你死定了！嘘，小兄弟，真是无聊，这大晚上能有什么事儿？老子快困死了。行了，你打起点精神来吧。我先去休息了。行行，去吧，快去吧。要不是寡人摘信任后，
你早就没命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擅离职守可是死罪。什么擅离职守啊？老子不就是困了去洗把脸而已吗？再说了，那女人不是关在里面吗？怕什么呀？我看你真是睡糊涂了。大护法帐篷里怎么会有女人呢？你才糊涂了呢！老子刚刚明明看见，就把她关进去了。那只是大护法在问他事情而已。他是个俘虏，问完自然会关到山洞里。好了好了，你赶紧去洗把脸，清醒一下吧。行。你们两个，给我打起精神啊！什么人？干什么呢？姑娘，你也看到了，今天他在战场上毫不犹豫地向你射了一箭，你还觉得他是真心爱你吗？你说，你这么死守着他的秘密，真的值得吗？你当我3岁小孩啊？我告诉你，在本姑娘这儿，威逼利诱通通都不管用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这样对他，他却那样对你，值得吗？你少挑拨离间。既然他是周王，那就要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。男人本来就应该以大局为重。就算他要杀我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好，很好。这个死丫头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脑袋搬家的时候还有没有这么慷慨激昂。西马，真的是你啊！西马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我一定带你回去。走。西马，我在一天，你就会被责难一天。我不想你为难，也不想你失去军心，所以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我大喜，不后悔。姑娘是我族的首领，是真正的西王母。若以后有外敌入侵，你能带着新的族人奋勇抗争。好。哇，看个电视你也能哭啊？好你点出息！老四，你看嘛！